哇！咁咧啱啱我喺長沙灣地鐵站上到嚟咧，都唔夠2分鐘啫喎。咁呢一個咧就係長沙灣嘅瑞豐單位啦。咁上到嚟見到呢個單位2房1廳，咁仲有咧係有2個平台㗎，實用面積431尺。咁依家咧係放緊租㗎，放租22,000蚊。咁咧依家成個西九龍咧都非常之罕有㗎啦。咁佢同時放賣嘅，咁放賣就係1000萬。咁依家可以同大家即刻睇下呢個單位咯噃。咁啊，瑞豐嘅單位咧就做翻一個智能家居嘅設計。咁啲燈掣啊嗰啲咧係可以咧同時閂埋呢一個嘅窗簾布㗎。咁亦都可以控制埋個冷氣機等等啦。咁入到嚟嗰個單位，見到開放式廚房、長形廳，咁就非常之實用。露台平台方正，正正方方，望翻愉悅嘅綠色景觀啊！好，望翻入嚟單位，瑞豐咧做翻一啲特色裝修設計，水晶燈同埋咧特色牆㗎。嚟翻開放式廚房，已經配置埋焗爐啦、雪櫃同埋洗衣機，都係藏咗喺裏邊，美觀實用啊！咁啊，做翻一個細嘅電磁爐。咁平時咧長沙灣下邊咧都非常之多嘢食㗎啦。咁煮翻少少嘢咧，一般家庭咧完全都非常冇問題㗎啦。咁入翻嚟2房。第一間細房咧，咁就咧都可以放翻單人床同埋一個細櫃，同埋你可以見翻瑞豐嘅裝修咧係非常之有特色㗎。望翻廁所，非常之似咧酒店式嘅設計，雲石啦，同埋呢啲櫃咧都係非常之新淨豪華㗎。咁啊，仲有附帶埋呢一個浴室寶。咁啊，望翻主人房咯喎，呢間主人房非常之大㗎，可以做到雙人床之餘，亦都可以放翻大衣櫃，兼且仲有一個咧露台啊。咁呢個單位係2個露台㗎喎，望翻裏邊，咁啊燈都係做翻瑞豐原裝嘅特色燈咯，同埋咧有埋假天花㗎。好，歡迎聯絡我，我係利嘉閣碧海藍天分行嘅 Gary Lee。